1929年10月24日，华尔街股市大败，经济大萧条，重伤美国工商业，整个股市伫迄一年消失29%。政府无法度，全国失业率上悬到25%。1929年，美国引起的股灾影响全世界，拍开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。1945年10月24日，联合国宪章生效，联合国正式成立，被称为联合国军。1945年为结束二次世界大战，由美国总统杜鲁门甲中华民国总共有51个创始会员国代表，伫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。2013年10月24日，美国监听事件爆发，德国总理梅克尔手机互美国国安局监听，德国甲美国关系开始紧张。梅克尔本人亲身敲电话予当时的总统奥巴马，要求解释。监听风波是愈来愈严重，有媒体讲欧洲各国也有可能被监听，引起欧盟领袖强烈的抗议。最后奥巴马回信咧，这个事件才解决。